第4集核心財富觀，你以為嘅資產其實可能係負債。好多香港人都覺得每個月揾多幾萬蚊，又或者係供緊層樓，就代表自己好似好有錢。但富爸爸話俾你聽，如果你唔分清咩叫係資產，咩係負債，你揾幾多錢都只會係一個高級嘅窮人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一個足以影響你下輩子嘅財富真相。好多人都會問：錢唔係資產咩？層樓唔係資產咩？其實個定義好簡單，唔使睇會計報表。資產就係無論你返唔返工，都會將啲錢塞入你個袋，呢個就係資產啦。負債就係無論你返唔返工，都會將啲錢由你嘅口袋裏面去攞走嘅。你層樓如果你係自住，每個月都要供樓嘅話，又要交管理費啦、差餉啦，佢其實係不斷咁樣去攞緊你錢，佢就係一個負債啦。除非你係層樓已經係租俾人，租金扣除所有嘅開支，仲有錢剩，嗰啲就係真正嘅資產。喺香港最危險嘅就係高收入高負債。你可能月入8萬至10萬，住好靚嘅屋，揸好靚嘅車，但係你發現每個月嗰份糧一到手，轉頭咧就俾晒地產商、銀行同埋車貸。你以為自己好有錢，其實你只係喺度為銀行打工。富爸爸強調，21世紀嘅財富唔係睇你嘅 income 有幾高，而係睇你擁有嘅資產可以幫你撐到幾耐。如果你今日停工，你嘅收入可以維持到幾耐呢？呢個先係衡量你財富嘅標準啊！咁點解要講21世紀的生意？因為普通人最難嘅就係冇第一桶金去買收租嘅物業，又或者係股票。而呢本書推崇嘅生意模式，只要你將目標由追求高人工轉向建立資產，你每日投入嘅時間唔係為咗換嗰份糧，係為咗起一個可以自動化運轉、不停咁樣產生現金流嘅一個系統。呢份系統先係真正唔會貶值嘅資產。我哋認真咁諗下啦，你而家每日忙緊嘅係增加緊你嘅資產啦，定係增加你嘅負債呢？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可以由零資本嘅情況下開始建立屬於你嘅資產，記得點讚 save 低呢條片，同埋喺評論區打資產2個字。下一集我哋會講一個好多人都忽略咗嘅一個成功嘅關鍵——創業者嘅心態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